59岁综艺大哥胡瓜37年前出道，靠着主持《钻石舞台》、《连环炮》、《百战百胜》等节目登上演艺事业巅峰。近日有网友晒出27年前和胡瓜的合照，惊呼我长大了，瓜哥怎么都没变，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。网友直呼瓜哥年轻时也太帅了吧！一名女网友昨天30日在脸书报废公社上晒出27年前和胡瓜的合照，当时这位网友还是个小女孩，在雅阁花园和出外景的胡瓜合影。该网友表示，一张照片透露年纪，不知道瓜哥愿不愿意来个27年后比对。文末更标注时代的眼泪，旁边阿公都当阿祖了。仔细一看，照片中坐在中间的胡瓜戴着帽子，穿上看似宫廷服的服装，脸蛋和现在几乎没有多大的差异。不少网友看完惊呼瓜哥真的冻龄耶，那时期的瓜哥又更年轻了。瓜哥刚出道的时候很帅的，瓜哥年轻时候好帅啊！事实上，胡瓜日前也在脸书上跟风贴出10年前后的对比照，主持搭档阿翔和谢欣也超配合的摆出相同姿势。网友看完发现瓜哥根本10年前和10年后都没变，纷纷向他请教到底是怎么保养的。